好 ，OK。1648年的补充资料吼，12个开始。读到倒位呢？因为读到一半吼。歹势。荷兰联合东印度公司伫个出岛和福尔摩沙相关拢趁着真侪钱。这应该袂读啦吼。即寡趁着的钱呢，用银送往东京和暹罗的商馆去收买商品，总价运再去150箱去东京，20箱去暹罗吼。东京是越南吼。福尔摩沙长官和议会决议要小可来甲即个汤价吼，小超较悬的吼，要起价啦吼，用来鼓励西纳的即个农夫吼，种田的吼来种甘蔗。过去呢一段时间，迄寡做田的吼，四季咧种稻啊吼，和其他的粮食作物，因为时若欠粮嘛吼，欠切欠米，造成粮食作物价销就大起啦吼。公司嘛看着讲载糖去日本市场的即个特别好的机会吼，所以长久以来，日本的糖的市场是由时若咧供应。现在因的供应受到阻碍。公司拄好会当利用即个机会来出口福尔摩沙的糖去日本。日兰亚城堡的人员真欠缺数种需用品，比如讲，点仔胶、锁啊、钉吼，伫拍钉迄个钉吼，等等物件。有200外个街道的驻军契约。就已经要满吼，因此议长 Peter Antonis Overwater 请求要及时派兵来遮来退补。淡水的议会报告讲，北方的加马兰人对荷兰人大生气吼，直接的起因就是队长 Thomas Peddle 下令去处罚一个罪犯所引起。此外，对北方地区所传来的拢是好消息。迄12个巨轮春社吼，伫巨轮的春社已经有11个春社的长老和公司结盟，伫咧本岛东岸的多罗湾地区也只敢若剩一个咧反抗的春社。最近呢，将会派下属商务员 Anthony Plugall 去该春社去劝和。并且将沿途来为该山区的地图。1648年春天，8有2个福尔摩沙的春社酋长对北方去日兰亚城堡去探望，应该是对北方落南来日兰亚城堡来探望吼。虽然因被接待的时呢，特别俄罗斯公司的政策，歹势，我要记食药啊！我来食一下药啊，歹势。
好，咱继续哈。讲1648年春天有2个佛罗摩萨的村社酋长对北方来即个热兰遮城堡来探望。虽然讲因被接待的时阵特别来学了各公司的政策，但是以后却批评对因的囡仔的基督教教育，和伫个城堡附近的学校的即个上课的情形比较起来，因迄个地区的教育品质就差伤远吼。所以牧师Jacobus Vertrage 去荷伯朗附近几个村社探访。说服了迄两个地方的头人甲公司内底和平条约啦吼。伊相信讲，迄两个村社的人到时会派代表来参加后一次的地方会议。以上是啥物？议长of Water 写予总督 Van der Linde 和巴达维亚议会的批吼。过来，后一张是我先讲啥物批啊？是长官 Verburg 写予总督 Van der Linde 的批吼。1649年11月18号。我先确定是毋是？应该是，因为我毋知伊这写的这日期到底是指顶面迄篇还是对这篇哦？应该是啦哈。好来，这张长官 Verburg 写予总督 Van der Linde 的批吼，是1649年11月18号。伊是安尼写吼，讲长官 Nicholas Verburg 伫1649年11月18号，应该是1649年啊。好，1649年11月18号写讲吼，所以咱1648年读了，咱即马1649年其实是人过啊，因为就敢若即篇补充资料尔吼。好，过来，顶来。长官 Nicholas Verburg 伫1649年11月18号写讲，1649年6月18号到8月19号，对巴达维亚派出经由暹罗、占比、东京和日本航来目的地台湾的18只便队船，有14只到台湾咯。哇，这真大阵啊吼，18只，到14只，也无看到便队船坎便号、Whitpel 号、Golden Gans 号甲 Sam 号4只还未来吼。希望这几只船已经找到密封港吼，安全来度过这个风台季节。上述公司的努力吼，迄寡帮人及盗走被掠到迄寡人，由总督府来裁定来甲因释放，因为知影讲佛罗摩萨非常欠缺即个劳工吼，因为先一向交易的货物，譬如讲丝甲灰啊吼，拢欠好，所以现在是用黄金来咧交易。长官 Verburg 认为讲，即种商品的倒欠吼，是先内部继续咧动乱的即个象征吼，即个所表现出来吼，所以真侪来佛罗摩萨的新商人也拢同意即个看法。即种无稳定的新贸易，互台湾的公司当局搁较歹去供应祖国，或者是巴达维亚和印度沿岸通商的需求吼。Verburg 是想要听从巴达维亚的命令，就是要将新的黄金降价到每10两24卡拉。黄金来兑换即个100两银，毋过伊看袂出讲有将商品介绍吼，按照比例来降价可能吼，因为伊毋敢佛罗摩萨的新生意人提出降价黄金介绍即个代志吼。公司已经来因来讲过，目前黄金介绍袂加过每10两24卡拉的黄金换115两银吼。若是即个算即个所答应的无遵行吼，
无照办，黄金将有可能袂阁再来福尔摩沙。毋过所提起就是讲，每一两24卡拉的黄金换100两银的即个计数，伫个过当年的台湾校报都已经有记载，是啥物意思啊？过当年第2年，台湾校报都有记载，安尼所得到的利益，可能就会当补个进行伫个科罗曼多和公司其他相关的损失。想要鼓励农夫伫福尔摩沙生产丝的即个试验啦，吼，无得到要鼓励农夫伫福尔摩沙生产丝，吼，有试过，但是无得到有期的效果。长官提出相对的办法，就是甲希纳丝的进价提悬到每一担720尔。福尔摩沙农地因为现在毋免搁再去种即个桑材吼，桑树的桑材啦吼，因为即嘛毋免搁去种桑材，会当补偿迄个提悬的价效。这应该就是意思讲，种价提悬到每担720尔，应该是讲应该是就是若敢若加即个关税相款嘛，好，先啊，白龙伊后壁有括号写讲，可能是基黄公司付租金来种田的农夫，如同清代的群秀，伊原本是一个荷兰的名词啦，Patch Baron， 伊就翻做白龙。希腊的白龙讲，你嫌啦，念讲公司的士兵伫咧收拾和分发人头色单的时阵，态度真粗暴。议会答应讲将会注意改善，以防止类似事情来发生。按照长官 Verburch 的看法，公司和这个岛上的希腊移民中间和谐的关系是非常重要。伊认为讲希腊人是福尔摩沙岛上就是独伫个福尔摩沙岛上，你提供芳蜜的即个芳，这是比一个譬如啦，就是讲伫个福尔摩沙岛上，你生产芳蜜的芳，就是靠即寡啦，靠即寡希腊人若无即寡人，尊贵的公司是无法度伫遮咧生存的好，希腊人算规个引入去即个本岛的潮流，意思就是讲规定人希腊难民啦迄个台湾岛来即个潮流福尔摩沙岛啦迄当应该安尼讲，希腊人来即个福尔摩沙岛即个难民潮已经有较好落来1650年11月登记，这1649年写的批有啥物？1650年11月，是毋是写唔对？1650年11月登记居留的希腊人是11339人，其中有838个查某，占无甲一成1万外人内底查某才800外人福尔摩沙的作物过去即个季节因为可汗就是干旱可汗来欠收同时公司人员伫出岛私自交易的代志才逼空了所以超过了合理的界限，这是啥物意思？我都看无以后伫台湾
甲即个暹罗的转运站要装船的时阵呢，对目的地是东京甲日本的船，将会严格来检查。应该是讲公司人员吼，家己私底下有偷偷啊，你含人，敢若走私安尼嘛，就是可能家己甲炸好你卖吼。啊，结果做了伤超过啦，即个代志别空才发现讲做了伤超过，超过了合理的界限，应该是讲即代志吼。啊，所以以后要伫咧装船的时阵吼，要严格检查，袂使互因家己偷啊，即个走私。我较早我袂记得我听谁讲的吼，就是较早因的海军啦吼，我可能是做兵时阵听，还是啥物啦，听谁讲。因海军用迄什么敦睦舰队嘛吼，啊因敦睦舰队，比如讲去外国毋知啥物所在靠岸的时阵，伫遐停的时阵，有兵还是官啦，我毋知是兵还是官，都家己都牵一只奥多摆，迄重型的奥多摆吼，毋是凊彩奥多摆，牵一只重型奥多摆，家己载。就是载转来台湾就对了，就差不多这意思啦吼。好啦，这是1649年11月写的批吼，互总督的批。过来后一篇后一篇就上尾一篇啊吼，补充资料上尾一篇1649年12月31号。这是写啥物咧？看无？伊安尼写，伊写讲是总督一般报告1639到1655，哇，6年哦。啊，但是敢若这篇尔呢。后壁有写讲Van der Linde、Garon、Rainier、Stemmer、Barents 这几个人吼，巴达比亚1649年12月31号，391到395，可能这个总督一般报告内底其中这篇啦，特别甲收伫遮吼。其中这篇是写伫1649年12月31号，所以咱这篇读煞到1649年就结束啊，就对了吼。好，这篇是安怎写？台湾商馆伫1648到1649年即个过继年度净赚467000里尔吼，这一年吼赚遮多。佛罗摩萨长官报告讲。饲牛啊，饲牛啊，即个行业大倒退吼，就是要生产死的啦，结果死做袂起来款吼。伊建议总督府当局对个饲牛仔业的前景爱赶紧来做决定性的决策吼，就是讲爱决定到底是要搁做吼。伫巴达比亚人认为讲，伫佛罗摩萨。伫佛罗摩萨岛饲牛仔并无适当，而是被希腊人的头领吼，就是头领头人啦吼，暗中破坏去。讲伫佛罗摩萨饲牛仔并无讲无适当吼，毋是讲饲袂起来，是安怎？是希腊人咧破坏吼，因惊讲公司对即个行业变成伤内行吼。食巧啦吼！现在新仔严重的饥荒已经过去，倒来佛罗摩萨的新仔人有一寡人又搁转去因伫个新仔的厝咯吼。1649年春天，缴纳人头数的新仔人是有12000人，而1648年3月也搁有14000外人咧缴纳。驻军有984个军人，因为切和其他粮食作物伫个新仔市场降价咯，所以本岛的农夫愈来愈侪人咧种甘蔗。公司预计公司按算讲会当对邻近的村社的农地收到作物的11数46000里尔。长官 Verberge 指出讲，原住民定定受到新仔北上的即个北下互人感觉真忧虑。
迄个新仔人利用因进口即个舶来品吼，即个是毋是头做舶啥者吼，免哪读。鳖吼，鳖就是大只船，叫做鳖吼。鳖来品吼，当然是毋捌听人安尼讲啦吼，就是空主白尔啦吼。我看有伫大理大书店有啥物讲法无？我看觅船鳖过咸水诶，来，鳖来品吼，鳖来品就是有一个词叫做过咸水诶吼，伊诶第二个意思就是鳖来品吼。第一个意思是经过咸水来诶物件吼，特别精选诶物件吼，过咸，所以就是伫台湾你讲过咸水诶的意思就是对岛外载过来嘛吼，鳖来，所以就是鳖来品嘛吼，过咸水诶口语诶讲法吼。好来，咱转来即个第四只讲，迄寡新仔人利用因吼进口即个过咸水诶即种鳖来品诶专利吼，完全你因为即个专利啦吼，因为会使进口即个货物嘛吼，所以呢，完全来随意的划价啊，就是欺负在地即个福罗摩沙人嘛吼，随意划价。福罗摩沙当地人呢，为此付出个真过分低的即个费用吼，但是因所提供的鹿仔肉、鹿皮吼，却必须无奈来按照通常的价钱来交易。无保持来警告讲，如果公司对即个失常的状况无来紧来处理吼，会一定会造成原住民的即个骚动吼，就是原住民的不满嘛吼。今年又有真侪派驻南区村社公司人员去感染着地方病，毋过议会也是决定讲袂撤出该地区吼。报道活动吼真有进展。牧师 Simon Van Breen 伫咧返回祖国的时阵，就是转去荷兰的时阵呢，随身炸一寡有荷兰文以及佛罗摩萨语文翻译的宗教经文的稿吼，就炸转去荷兰就对了吼。应该是炸对荷兰炸转来吧？我看无啦吼，伊无写。伊的任务是要伫咧荷兰共和国印刷一寡稿所以是炸去荷兰吼，以便将来伫咧该岛会当用来做即个基督教教育的教材吼，就是要转去加印一寡对啦。因为迄当阵台湾绝对是无即个无印刷的即个机器吼，机械。即当阵应该是外版印刷应该开始啊啦吼。当时开始其实我嘛毋知啦吼，外版印刷开始是迄当阵宗教改革进程的代志吼。所以宗教改革会当成功，宗教改革就是新教派啦吼，因会当成功，就是因有法度宣传嘛，会靠即寡印刷品来宣传即个圣经会使家己印嘛吼，因较早旧教的圣经，因是等于是规设馆伫咧教会，所以因无爱互人凊彩印圣经，尤其是翻译圣经吼。圣经大家拢是读即个旧教圣经拢敢若读即个拉丁文版嘛，就敢若即寡传教士会使规设圣经吼，但是新教就是讲大家拢嘛会使，为什么着爱考虑吼？所以爱
鼓励大家翻译做当地家己的文字，家己的用家己的话来读圣经安尼吼。所以为虾米即个新教派来东方宣教时，因拢会用当地的语言来印圣经吼。新教派就是一定拢安尼。所以台湾语，或者是台湾佛罗摩萨岛上的一寡原住民的语言，拢靠一寡即个圣经甲因的字，甲语言保留落来，就是安尼吼。连即个比布族，西拉雅吼，伊嘛是会当靠一寡圣经吼，会当个复兴因家己语言啊。虽然我毋知做个啥物程度啦吼，照你是团结的语言啊吼。好，感谢即个牧师吼 ，Simon Brin 吼，甲一寡早等于荷兰要去印一寡物件。巴达比亚总督府无赞成17人董事会所提起讲要派商务代表去北京访问满洲调停的即个意见吼。巴达比亚当局认为讲，即个新的西奈当权者未对永久的政权基础建立起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看袂起就对啊。认为讲即寡满洲人应该无迄个才调吼。迄寡满洲人来大肆抢了后，吼，就是死过抢了后，会阁退转去因伫北方的祖国，吼，因是安尼想的吼，因是安尼咧期待吼，无想要派正式的使臣吼，就是大使啦吼，去西奈的另外一个理由是，南方几啊商港拢犹阁伫咧中夷明。大明帝国的人的手里，吼。陈成功是公司甲满洲调停中间建立任何来往关系的一个直接的威胁，吼。因为南方搁伫咧即个算南明啦，吼，迄当叫南明的手里。所以，因无方便去含搁较北边的即个大清去建交啦吼。尤其是陈成功伫咧即个南明遮嘛吼。总督甲议会来判断讲，公司甲西纳中间的商务关系上好伫咧正式的外交关系以外实际进行。类似政策对商务上无损害，也不致影响西纳人对公司所载来日本军的需求。吼，我伫要做生意嘛。好，以上就是这篇1649年。虽然1649年读了啊，吼，这篇就解决了。再来是1650年3月，直接跳到3月，3月佫足人呢。2、4、6、8、10篇尔吼。好，来，这本是日兰俩写日记定录1650年3月初10到10月20号，吼，对，1650年嘛是记这7个月尔，吼。1650年3月10号，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大部分对南方吹来，因此变做一阵 wet part 号，就算讲已经起定2摆，嘛是阁无法度出港吼，含昨昏安尼相款吼，就风势啦吼。所以只好伫咧下晡又阁杀去即个靠伫咧即个海堡的海岸遐，有9只篷船含高野船对南方来遮入港，合计载有57个人。再来，下咧就即个号码。190担的茶，189担的咸鱼，240桶的石灰，3000个椰子，220捆的椰子树皮甲荷因吼，以及2罐的椰子油。
合音个会记哦，我较早讲查音有无？一音一音的查吼，音用即个音，甲它绑做一捆一捆啊吼，叫做一音一音吼。动词嘛会使用音吼，名词嘛是音吼，就是即个绑的动作啦吼，我们叫做会当讲音吼。3月11号、12号，算好的天气，风向不定。下晡变对阵 ，Wet Part 河伫咧港岛的出口处，调一段时间了后就出港了。继续航往海上，带着阮本季最后的批信，以及152000外毫吨的新的金宝，金宝黄金财宝了吼，要对遮吼航往 Java， 有4只航船出航前往西南沿海，合计坐155个人。早起下日的号码，63担的鹿仔肉，169担咸鱼，1担沙鱼油，18担乌鱼子，10担糖水，1430尾帝王鱼，535尾乌鱼，445担胡椒，243担苏木，135担蟹。20担盐，盐就是铅吼，含26刀要家己食用的米。这几工伫咧赤坎的公司会停院来无用咧准备本个月15号和18号吼要举行的佛罗摩萨地方会议，所以等下阁会读到这2篇。3月13、14。晴朗舒适的天气，风向多变，但是大部分是对南方吹来。5后偌久，派100个公司的士兵去赤坎，以便明仔载要召开北区地方会议的时阵，用来维持威严甲警卫之用，吼，就是派这个100个士兵啦，吼，维持威严甲警卫，吼。有一只篷船。对平湖来遮入港，坐39个人，即敢若再来4只牛，25只鸡，也有一只篷船出航前往南方，坐20个新仔人，即敢若再有地床门。3月15开会啊哈！我看我长，真正嘛是个落长。我即马看了开我就惊，读一堆人名吼，拢是人事命令吼。这边看也无遮恐怖啦，好来看嘛。3月15好天透北风，早起天光以前约1点钟，场官 Nicholas Verberch 来下底有注卡吼，这个 Nicholas Verberch 咱拄则伫咧读这个补充资料时阵，读到伊写的批啊吼。下底注卡我来看者，Nicholas Verberch 是 Delft 的人。1638年出国，1640年伫苏拉特担任下设商务员。苏拉特，毋知啥物所在吼，应该是印尼啦吼，但是我毋知啥物所在。1642年升任商务员，并且担任 Agora 公司主管。1646年8月晋升做上设商务员，并且担任波斯的公司商管的馆长。1649年6月，伫日兰亚社报酬就任佛罗摩萨的长官职位。1653年，伊请求调职，核准转去巴达维亚。1654年，伫巴达维亚担任东印度议会特殊议员。自1657年就担任该议会正式议员。1667年9月被任命做公司的总经理。一直担任到1675年5月，这已经是拢是台湾一个变天的代志啊！吼，台湾变天啊，1662年的款吼，一直担任到1675年5月，以归国舰队司令官离开东印度为止，回国了后无偌久就死去啊！吼，好，就是这个长官。Nicholas Verberch 由佛罗摩萨议会议员以及牧师 Cliff Verchert
Hamburg、Hapart 和 Kopsma 陪同拄则念的即句拢是牧师1、2、3、4、5个牧师陪同陪即个长官啦和议员出发航往Provincia Provincia 是啥物所在？就是赤坎楼迄位啦本来讲要改名，迄个位本来讲要改名叫做 Horn， 但是迄个城就是伫赤坎楼所起的迄个城叫做 Provincia 城好，所以因规定人拄则讲的这规定人要去出发去 Provincia 要去主持北区地方会议。迄寡下设商务员啦、助理啦，甲其他荷兰人都已经先出发咯。日头起来的时阵呢，长官阁下也已经到迄遐海岸，含前几年同款的方式由北区村社的长老和伫遐的荷兰人顺利来领旨照惯例来领旨，并且用步枪、名枪三响，伫咧对方的城堡、海堡叫做 Zeebrugge 和 Utrecht 德堡Utrecht 刚刚翻译叫做乌兹什么特袂记就是即寡碉堡拢伊迄个有号名啦迄个 Utrecht 碉堡也拢用大炮、鸣炮来回应各位当想伫咧即只要领旨的人鸣枪三响对方城堡什么各个海堡什么碉堡拢就弹大炮来回应真闹热啦我上爱看荷兰人记载这个仪式迄个仪式感足好诶。随后迄寡村社的首长由公司人员亲切带领去寡岛仔来入座。无久，伊阁下就该动议员，就是长官阁下该动议员和上述的牧师以及大会秘书进入即个庭院，去遐为着要啥物去迄座为着要召开地方会议所建造的一间石头厝来坐落来，就是专工去一间厝为着要开地方会议的啦用石头贴的由翻译员分别用新港语言、山区语言甲卡马蒂亚的语言将旧年所有条款的大部分小一粒岛迄当阵佛罗摩萨即嘛北区议会嘛都爱用即寡语言其实这是算足粗浅的几项尔新港语言、山区语言甲卡马蒂亚，毋是粗浅简单的这三项尔真正要用所有大家拢听有佫几十种用即寡语言将旧年所有条款的大部分以阮的名义来用即寡佛罗摩萨人来宣讲，但是呢，首先来用因全体来首先来用因全体来表示欢迎因答应阮的调换来出席表示欢迎，并且因为因的出席以及一年来担任公司公职表现优越，表示感谢。并且来因来宣讲讲，下底是宣告的代志阮召开这第7次的地方会议，第7遍啦哇，咱读7遍啊，为了是无啦，无一定7遍，因为譬如讲1649年人过都无读着。阮召开这第7次的地方会议，为着是要因来搁再一次来提示，或者是要来更换几项代志，就是要 update 一寡代志啦。伊即个词翻译安尼，要用来促进即个全岛的繁荣就是阮开会，就是要甲因宣布一寡代志啦希望讲即个岛屿大家搁较好讨趁大家钱趁饱饱
大家而且为着大家安宁甲和平吼，开会就是即寡目的。因此呢，每一个人拢必须要注意听吼，斟酌听，希望会当了解所有要因宣布的即寡命令的即寡代志吼，并且会当适时适地吼来去执行出来。阮计划要按照阮的习惯吼，要搁再换几啊张罗，派新人去接替因的位置。互每一个要去接替因的位啦，吼，互每一个优秀的人拢会当得到即个权势。毋过现在因为有理由，将会互因大部分的人搁再继续来留任一年。共款，任何人也不得摕即个权汤超过一年。被取代的人也毋通生气，因为这是阮政府规定，吼。就像今年伫台湾的长官嘛，共款换人安尼，吼。大家拢换吼，所以毋是干那针对恁吼。因一年一度要交纳的即个税金吼，降付啦吼。今年巴达比亚尊贵的总督甲东印度议会出在关爱之前吼，出伫关爱之前，又搁甲因取消了吼，无要甲因收税啦吼。虽然因对即个降付是遐尔啊乐意吼，而且嘛有能力来缴纳吼，但是阮无爱甲因收啦吼，所以会当看见讲，阮所要爱毋是因的物件，是爱因来顺服吼，互因会当愈来愈幸福起来哦。荷兰人安尼，真会讲话。所以呢，按照，但是嘛袂歹吼。我讲实在，就算讲伊讲甲哪里分规矩，但是事实上伊就讲我无爱甲恁收嘛吼，这嘛是好事啊吼。所以呢，按照下列的顺序来叫唤国春社的长老，有几个人要甲因辞职，大部分的人如顶头所讲，因为有适当的理由，要搁再互因继续来留任一年，并且要来劝勉因爱忠于职守。好，来开始哈，人事命令啦吼。互我有心理准备，我读偌长。OK， 嘛是落长哈。来开始，伫新港。又搁称作塔加雷雷，是长老底家。伊以前伫日本被封为佛罗摩萨国王，最近过身咯。因此选派塔巴雷达马瓦加来接替伊的位。塔巴吉、塔加雷甲塔加人三人拢表现优良，全部继续留任。我来看一下注脚，下底注脚就是针对伊讲伫较早伊伫日本被封做佛罗摩萨国王迄个代志。我来看是毋是迄个女子迄个冰点米冰话事件。第四个注脚哈，新港社邮长迪卡1627年哦，确实是哈，1627年。该当15公社的人被长冈萨基的官吏调去日本，以日本伫佛罗摩萨统治之下的代表身份去觐见日本的将军。即句话啥意思？就是讲日本认为讲，这是你佛罗摩萨伫我日本统治之下，的代表，就是日本是安尼想的哈。我毋知是日本安尼想还是安怎反正就是这个注脚是安尼写哈，是讲就是迄当阵佛罗摩萨是日本统治之下的代表的身份去觐见日本的将军哈，是安尼哈。这个行动目的是伫阻止公司的权威伫该岛上的扩张吼。就是讲，这是日本人安尼做，就是要阻止荷兰人伫
即个佛罗摩萨岛顶头的势力的扩张嘛，吼。好，即部分就是日本人伫个荷兰即17世纪的时阵，伫个台湾的经营即方面吼，你若看中文字的资料，其实足罕咧看到啦。莫讲起码较早国民党哪有可能要互你知影即种代志吼？啊，起码你要查会有啦吼，但是中文资料可能无介多啦吼。因为我是较早伫咧读另外一本德国学者所写的，但嘛做已经翻做中文啦吼。字顶头伊就讲较侪吼，就是日本人伫咧17世纪对台湾的经营吼。看我嘛袂记啊吼。即本叫做《佛罗摩萨德述》吼。原著是 Ludwig Rees 吼 ，Ludwig 吼，这是伊的 first name。Rees 是 Riess 吼，你若有兴趣，你再家己去册来看。因为即个德国老师，即个德国先生后来去互日本人请去即个日本教资吼。稍等下，我阮查某囝。喂，是安怎？喂，你有看到我传你的 line 吗？无，稍等下我看卖啊。我就说我不小心把那个卡，就是你的卡，但是妈妈的名字那个卡，嘿，我不小心不知道放在哪里。哦。先 freeze 吗？哦，好。好，谢谢。就你当时无发现的，你是当时无去的。今天而已。今天而已哦，好，OK，好，OK。好，拜拜。好，拜拜。来势啊！阮查某囝信用卡拍无去，打电话来甲我讲。好，拄则讲到迄个德国的老师啦吼。德国的历史学者啦，伊日本人请伊去做先生啦吼。已经嘛是可能有100年前的代志啊吼，迄个人吼。所以有人讲，因为即个立场的关系，所以就写较偏日本哈。你若有兴趣来看。好，拄则走到遮远去吼。第4个注脚啦吼，讲起即个新港社邮长迪卡吼，为虾米去互日本人称作是佛罗摩萨国王，就是因为安尼吼。好，除了即个注脚，我看顶头阁有。第一个注脚就是迄个长官吼 ，Nicholas Verbach 已经读过啊。第2个注脚是牧师小解即个牧师 Jonas Cliff， 拄则有讲过的牧师嘛吼，其中头一个，伊讲即个牧师呢是1647年7月坐 Orange 号去巴达比亚，1649年去佛罗摩萨，1651年10月被任命做日兰俩社堡的牧师。日兰俩社堡导航就是1662年。以后，伊转去巴达比亚。1664年10月，伊去那加巴旦，无偌久就伫遐死去吼。然后第3个注脚是另外一个牧师，叫做 Cornelius Kopsma 吼，是牧师 Junius 叫啥名？我早写甲袂记吼。是牧师 Junius 的学生吼。1650年，以牧师来亚洲，被派往佛罗摩萨。到佛罗摩萨来了后无久，伫个1651年热天死去吼。好，来，转来人事命令者，拄则读新港煞吼，过来目加留丸。
长老是阿瑞萨、卡波勒和塔加勒，即个人对工作正式有优良表现，所以因表示谢意，拢继续留任一年。大目降又搁称做地榜，伊即个人事命令内底，每讲一个村社拢会搁讲伊又搁称做啥物名，我毋知为啥物每一个村社拢两个名吼。大目降塔目降吼，又搁称做地榜吼。长老是塔贡、塔加瑞和巴西，因为拢是有活力的好人吼，因此也全部搁继续留任一年。伫大武人、长老、三加老甲地汉继续留任，由塔马拉布斯、马紧甲达巴瑞接替迄三个已经离职的长老，多亮、拉波勒、多林吼，这三个离职吼。最后即个人已经过身，另外迄两个人因为生活无检点，已经解职。并且劝勉因爱表现良好，因为达巴瑞伫咧多种情况之下，对阮荷兰人非常效劳，特别对因带北平山区村社长老来遮参加地方会议真有贡献，因此赠送伊5块空安布。稍等下吼，阮查某囝搁敲来。喂，安那？我找到了。找着啊，好，找着就好。好，找着啊！好，空安布好，过来小人又搁称做对阿米吉，长老阿罗万、维多、塞老甲塔里希拢表现良好，因此全部搁再继续留任一年。伫末道又搁称做多加达、长老塔巴里斯、翁塞、万和瓦罗弗朗全部继续留任，拢劝解因毋通即个喝酒啦毋通啉酒啉伤超过。牧师汉布鲁克对此真有怨言，因此嘛来接庇因啦伫咧多罗国，长老奥瑞塔巴西甲索瓦地两人拢表现良好，所以搁再继续留任一年。阮赠送索瓦是其中一个嘛5块空安布，因为伊真辛苦、真认真来邀请山区的村社的人来参加地方会议，也非常中意这首，因此用来聊表谢意。伫咧第落山，又搁称做老斯长老达波罗、加里蒙、拉比戈达和加维尔4人拢继续留任，并且选任一个名叫做维多的人来接替已经解职的长老达巴勒，因为这个达巴勒前一阵仔表现恶劣。搁来有两个村社，一个叫做小，一个叫做大吼。伫小塔加贝人选任拉比古达接替过身的雷信来做长老，因为拉比古达自从雷信过身了后，就一直来摕伊所用的权汤啦吼。而且呢，伊嘛是一个又搁好又搁有能力的人吼。伫咧即个塔卡贝人吼，又搁称做纳坎纳万吼，长老是拉布卡、拉布和希那人拉哥吼。头前迄两个人来出色，但是拉哥因为年老，派伊的后生来出色，拢继续来留任。对欧昂啦吼，应该是欧昂。长老那马拉因为破病缺席，但是派伊的仆人名叫做拉瓦勒送伊的权汤来，因此命令伊转去爱甲伊的主人讲，后一次必须爱家己亲自出席地方会议，袂使因为小可代志就缺席袂来，若无会甲伊免职吼。
另外派别人接替，有即个甲伊免职派别人接替的可能吼。为了要甲伊讲即寡话，必须要对新港语翻译做多罗国语，再搁对多罗国语翻译做小塔加巴朗语，最后再搁翻做因的语吼。即2、3、4吼，翻4遍吼。伫个鸟汪吼，鸟汪毋知啥物所在，长老叫做拉索朗破病，派伊的兄弟名叫做维雷吼，派伊兄弟名叫做维雷来带罐汤来，因此呢，拉索人继续留任，在此也必须像对上述后红社迄个人讲话安尼来翻译吼，遮麻烦就对了吼。伫个迪波楼又搁称做西波楼、西波拉吼，迪波拉啦吼，称做西波拉，又搁称做西波拉。长老叫做摩雷破病，派伊的兄弟拉马拉载伊的罐汤来，因此摩雷和拉索人拢继续留任，因为因两个人拢表现真好。伫个阿巴泉选任拉马瑞来取代拉巴拉做长老，因为拉巴拉伤贫惰、伤难死，完全无威望，而且也无亲自出席这个地方会议，所以甲伊解职。伫个格曼长老叫做纳摩拉，派伊的仆人名叫做拉巴雷，会送伊的罐汤来。瓜说讲，因为年老袂当来，所以就甲伊继续留任。上司拉巴勒请求允准对因村社北边的5个村社来作战，因为迄寡人是因的敌人，但是无法度讲出迄寡村社的名吼，最后就允准伊。如果遭有敌人攻击，会当起来自卫，但是不得对任何人主动攻击或者是发动战争。因为因所谓的敌人有可能是阮的朋友。伫个加纳布选任昂介来接替伊的兄弟阿贝拉巴奥斯来做长老。阿贝拉巴奥斯和旧年相像吼，今年嘛缺席，拢由昂介炸伊的罐汤来，上次即个王家也甲阮讲，有4个家庭对因的村社搬去大塔加贝人社，因希望讲迄4个家庭会当搬转来加纳布啦，加纳布社吼，所以就回答因，阮将会对此来下即个命令。过来是对大罗县即个村社现在分做2个村社，称做翁哥和塔达拉罗罗社吼。2个长老叫做拉萨巴哈勒和劳杜拢来出席，因此拢搁再继续留任1年。伫个雷旺吼是拉旺和雷斯利2人拢亲自来出席，而且因为对因有好评，所以拢继续留任。对即个利辛干吼塔波拉亲自来出席，所以该留任。因为该社只敢若用一个长老，无法度治理，因此呢，另外选一个名叫做读古语的人来做长老，并且交互伊一支罐汤。好，读到遮啦吼，时间到。我等记者，我后又要找袂着。记者，读到即个所在叫做利辛干。利辛干，
GANGH 哈。好，下远会议啦吼，足落长，后回再搁继续读吼，对遮再搁读去。今仔日我食好，明仔载搁继续读吼。好，感谢啦。1650其实诚紧就读煞吼。过来就是1650年10年，敢若嘛无记到足条文啦吼。伊读比如讲1651年就人过吼，迄个各怀疑事件伊都无记载吼。好，安尼到遮咱来关饭咯，明仔载再搁继续，感谢各位。